尼希米自己亦都係咧，佢講到佢自己已經有12年嘅時間，至咧王咧立佢做一個嘅猶大省嘅省長咧。猶大人佢哋咧嗰個嘅回國之後，境況咧十分嘅艱難喺財務方面、生活方面，所以佢咧冇收呢個嘅俸祿之外咧，更加以後自己有嘅同埋一切嘅去支持、去供應佢哋嘅需要。尼希米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正直嘅、表裏一致嘅領袖，有犧牲精神嘅領袖，所以當佢去要求呢啲貴族官員去做呢件事，免去利息嘅時候，去借呢啲嘅錢糧俾自己嘅國民嘅時候，其實佢自己所做嘅已經係一個令人冇辦法喺當中去拒絕，因為佢所做嘅遠遠超過呢啲貴胄、呢啲官員所做，所以喺當中咧，佢哋都響應。所以我哋見到咧，神唔單單用呢一個嘅僕人，佢係咧一直嘅以祈禱，一直咧讓神嘅帶領，佢哋有嗰個嘅策略，將自己嘅生命甚至乎擺上。呢啲都係神要使用嘅僕人嘅特質，領袖嘅特質。我哋見到在佢有呢個特質咧，我哋見到神自己點樣嘅賜福俾佢，使到工程咧將要完成嘅時候，敵人見得到嘅時候，更加嘅一次又一次咁樣差派人咧俾書信尼希米，相約佢出嚟，為咗要殺害佢嘅時候，先後5次咧，佢咧都回覆佢，為神做一個咁大嘅工程，我豈能嘅喺呢個時候去見你哋咧？咁當時咧嗰啲人咧已經話咧，你咧因為要自己做王，所以咧我哋咧而家咧要將呢個嘅消息傳到去王嗰度去告你，因為你而家自立為王。咁咧尼希米當時咧即係咧話俾你聽，話你呢啲全部都係咧你哋咧去偽造出嚟，所以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先知咧喺當中都加入咗一個嘅敵人嘅行列裏邊，令佢驚嚇。常常咧喺當中知道佢哋咧有好多嘅交流咧，為咗破壞咧尼希米咧，佢而家建造呢個城牆嘅工作。所以當時尼希米咧壓力大到一個階段咧，甚至乎喺內部嘅呢啲嘅先知們咧，竟然咧唔知係真定係假嘅先知，但我相信咧係假嘅居多，同呢啲嘅外敵外邦嘅呢啲敵人咧喺當中串通，所以佢就向神咧再一次嘅求神紀念佢喺呢個嘅工作，並且求神咧去監察所謂嘅先知們。所以有時我哋見得到咧，呢啲嘅領袖所謂嘅先知咧喺當中唔係真正神嘅先知，竟然串謀咧呢啲嘅外邦嘅敵人要破壞神嘅工程。神自己咧喺當中聽到佢自己僕人尼希米嘅祈禱，神就更加嘅賜福俾佢。結果52日佢哋就完工，完成咗整個嘅城牆嘅工作。敵人都好詫異，呢個工程能夠咁順利嘅、咁圓滿嘅52日就能夠成功。所以見到神自己係開始一路到而家，神點樣去帶領整個工作。願神咧賜福我哋學習有呢個尼希米祈禱等候神嘅帶領，同埋跟從神嘅帶領去忠心工作嘅時候，點樣擺上自己，並且見到敵人嘅時候點樣回應。願神祝福大家。